关系，我们找别人来帮忙，要想办法了哈，想办法，这大家非常了解。譬如说一位师傅他要去盖庙，当然说不一定要盖一个大的庙，让大家呢有拜佛的地方。真正要去盖庙的时候，一盖也发现钱不够远，那想办法咯，找功德主咯，拜托，我要盖一间大庙，但是没有钱，请大家帮忙，这就是找办法了哈。那一样的道理咯，现在我要安置众生，把轮回的众生全部把它安置到佛果去，心里面这样子想一做，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想办法。我们是佛教徒嘛，佛的弟子，所以想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想到佛宝咯。所以三宝，请你帮忙。我要安置众生到佛果去，我做不到，所以请你帮忙。所以后面就皈依，请三宝来帮忙。nama sanjiba luso la tene ta ya thori ta thapa thopsi ke jo se de se ke lega se ke ya ngarang ri ma tene chen khowa ta yang gu ngai song dum phemba sin rower se ke te ya ngarang ri te de lingi kare se ba ye na ngarang ri ma to jikni se ke de ngarang ri ma to ngarang ri yemba shik tene nama sanjiba luso lan dogu ma ri就佛教的习惯来讲啊，往上面走得到解脱，原因也是我，因为是我去做；往下面去呢，掉到轮回里面去，更糟糕，掉到三恶道里面去，这次也是我做，我自己去。所以呢，不管是好是坏，全部都是我自己做，所以呢，不是别人造成的，对，是自己造成的，自己做的。这一个呢，是佛教的习惯，是这个样子。第九节了，第呢，等你哪怕三节不啰嗦了，工作了，加速多个那个说了，三节给的巴郎个蓝的给懂吧？去的等你俺让个巴郎谁这个等你娘是人家个蓝，面对谁啊？等俺讲给的巴郎谁，可能给讲给的巴郎谁的，给的巴郎谁给个周波去了，开领他们家话等你了，加速多了吧？你嘛都。等你三节工作送的，我得到个生意就跟谁不离，然后嘛的。那呢？可是呢，在佛教的传统的习惯里面呢，所谓的皈依三宝啊，皈依佛宝是把佛宝呢当作道路的指示者，道路的指导者，因为他指出一条道路让我走，所以呢，佛呢是导师，因为道路的指导者向导。这呢，把法宝当作道路本身，就是呢，我要实修的道路。这个道路本身就是法宝，僧宝呢是当做我的典范模仿者。为什么？因为呢，因为他也做三恶取舍，可是我也应该要做三恶取舍。怎么做呢？他帮忙我嘛。所以呢，因此之故呢，在这个方式之下呢，去皈依三宝佛教里面皈依是指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呢皈依佛宝呢，那佛宝呢就是创造者，譬如说世界的创造主。我的苦乐都是他给我的，都是他造成的。以这个方式来皈依他，没有佛教不是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不那么常见的事呢，他上海多几头不都说啦，等你工作送的那啦，做等你了，那么是我去加油的，等你做那么来加个不精神的。等你我去做了，什么用完的设备个，等你烂着我，他工作送的什么的做就是个烂，他在我去落个就被烂完嘛。第那件的那么差都要的了，等你我让了巴浪50烂东西听个家庭经的，那么印度的家庭吃完精神的，什么用完个等你那么也不精神的店呢，那么做了下巴的。就西藏的佛教或者是密咒金刚圣门来讲啊，在三宝之中呢，再加上一位主要者就是上师，所以呢，最为主要的是上师。原因何在？昨天我们就解释到了啦哈，加持要进入我的内心，要有一个依靠处，道路就是上师，就是三宝的加持要进入我的内心，有一个道路嘛，让这个加持能够进来，那个道路就是上师。所以昨天又用了一个比喻，像电线到我家是透过不是。电线电力到我家是要透过电线嘛，那一样的道理咯。因此还有呢，就是对我开示三恶取舍的道路方法怎么做，开示者就是上师咯，所以恩惠伟大咯，恩惠很伟大咯。所以从恩惠非常的伟大，还有呢，加持要进入我的内心所必须经过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因此呢，上师就非常的重要。一个农业在这里大当着完那个，他的两边申请他们就对等那种的，就是上去你不能去就把它把那么他把那么叫出去，若不上去种的那么叫出去，他们去那么叫出去，怕不跟着那么叫出去，连送。那么这一个
念诵的皈依文是：我与有情遍等于虚空一切众生，时从现在起始，直至到达菩提藏之间，皈依具德上师正士众，皈依圆满佛陀薄伽梵。这好像漏掉一个法哦。然后应该有一个皈依呢纯正法，皈依圣者生且众，这个要念3遍。第三呢，等你错啥子？错说，说那么就错说子。所以就错说是等你搭地区的，你东十区，多那也那多老也那的，俺老也那的，等一个哪老呢？等你也那都嘛的，说啥就讲是这个讨论亚区搭地区的，但呢，第九天呢，等你吃啊，他们哪老的要的，那样等你也那都嘛的，当不了加油。那呢，其次就是要累积福德资粮的。但是就累积福德资粮来讲啊，就方法来讲非常深奥的方法，但是又容易做。这种方法呢，在显教圣门有，在密咒圣门有，都有的就是7支分。所以呢，累积资粮消除罪障最方便的方法，最容易做的就是7支分了哦。所以呢，显密二者都一定会有7支分，也其实在一切的仪轨里面都有7支分。所以紧接着后面的内容就是7支分。你个这个大学了个当不学的，第一档的呢，原来东个那了呢，当不差话的哩。第一个这个当不那批是应是大这样的的呢，出个点的出就高。但你去年我说的那个做，是用不搞说，龙就做不过的，对嘛的。龙个的我说的啷个来？但你主管劳动说明这，是不那个说了，这样什么的，但你主管对嘛的。第多几个了，差不多是的，但呢，去过龙哥中国搞那些也不也那样呢，但呢没事吧，是那样的，都这个去买一把东西了，多几个了的，都那么各种的单呢了，差吧，一是吧，些个。7支分里面的第一个顶礼支分，顶礼支分就第一个颂文了：神是本质法界尽，法性光明状圆满，化身无边行众是顶礼金刚之身也。第一个句子，神是本质法界尽啊，法界是法身，所以第一个句子是顶礼法身。第二个法性光明庄圆满，光明是报身，光明就视线形象，光明是报身，所以那是顶礼报身。第三个呢，化身无偏行众事啊，不会偏颇，没有没有远近亲疏的差别，这是顶礼化身。后面顶礼金刚身，金刚身是不可分割。这要讲前面虽然是说3身了啊，但3身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呢，主要讲的意思就不是有为法，3身都不是有为法。所以呢，这是总而言之就是顶礼呢上师的3身。啊，第三呢，等这个送到，等原来东嘛，东一个哪路呢？你把确保不完的哩。这个送大地那呢，今天他们见呢，确保有些旧的谁呀的，今日等你确保不下来的哇。但呢，大陆去的今个人包入谁的，这个送把的，他把那去弄的呀，跟陆军个东那个，但呢，陆去的谁呀？确保不了，等着写的。其次3个句子是7支分，第二个供养支分，供养支分3个句子，3个句子又分成2项。第一个呢是于世间界一切处现供物品尽所有，这是总体的供养。这呢我身尽现如眼前，那个如是你改一下，我身尽现如眼前的，我的身体尽现在你的前面。这个是因为现在是4身法，所以呢用这个身体来做布施啊，所以呢除了总体的供养之外，身体也来做供养布施，也要表明这一点。所以第3句就讲到布施身体嘛，这3个句子是供养之分。他呢，等你这个节的话，他们就说下谁呀的相关的，的话谁呀等你呢？但呢，让个就了，东儿就是就没给完了，是吧？哦，但是他们相关不一，是不懂的。其次呢，一个句子呢，忏罪之分。忏罪之分呢，为什么忏罪？因为呢，一切的痛苦都从罪业而来嘛，所以我把罪业忏除清净，就没有痛苦啊。所以呢，一切罪业各个忏啊，这是忏悔之分。呢，第三呢，说那么个呢，就一样，是吧？的呢，一样的，他的呢，考虑的话，特别，他说那么谁呀？的，错话的话，就是一个叫给话的没有啊。考虑的话，特别，他那一个他把他谈钱钱吧，特别个，他给话啥话，干这些人吧也那样，对了，呢，差多么些呢，高位技术要让你是不懂的。
其后呢是第4个之分，水洗之分。水洗一切诸福德啊，诸福德是呢世间之人所行的福德。不仅如此了，求解脱所累积的所行的善根，得到佛果那个时候所行的善根。总而言之，一切的善行啊，我内心都没有嫉妒啊，感到非常的高兴啊。这个就是水洗。이 전에 되네 지금 죽을 자체 거도 소스야인데 추주 걸로 걸어 써야 돼. 되네 란돌 네 되지. 되네 란돌 써야 돼. 다 동물 주지 그저도 파빵 대wan 주지 그저도 솔랭이라와. 어다 돼. 되네 신나 랑 대와로 대와 용도 대그 동다의 히로지 세와리. 祈请转动大法轮，这转动法轮的支分，轻转法轮的支分。转动法轮是因为呢，转动法轮就是要解释善恶取舍的关键。这个是痛苦的原因，不可以做，你要把它断掉哦。这是快乐原因，你要去做哦，你就会得到快乐哦。把这个内容做一个讲解说明，讲解说明之后，我按照这个讲解说明去做，我就离苦得乐了嘛。所以这个称之为请求转动法轮。예전에는 제가 인도 대다 라마도서 꽃냥이는 대면로는 주로 지세는 같이 되는 제발에 잡대 부양도와 가이세나 라마도서 되는 여인은 부주와 얘는 심지는 대지 대바다 산지지 대바네 발라서 봐야 보시 용구 유두 디치도 되는 여인은 부주로 지세야 그 동다린도 대그 책는 코와 마동 받는 초남을 발교도서 소스 그래서 너도 되네 랑다 이 참아다 대지 좀 통빈게 가사 팬도 여기에서 연애 유로지 세버동나리 那呢，其次2个句子呢是请求不要涅盘呢，请求不入涅盘的支分的哦。这上师呢，如果他要进入涅盘的话呢，请求他们呢不要进入涅盘，能够长久住世。为什么？因为假设上师长久住世的话的哈，就弘扬佛教，所以佛教就能够绵远流长，真的能够去利益众生，众生就能够得到快乐，有这个功效。当然要请求他长久住世的哦。此句就是直至人毁善不公，祈请殊胜众安居的哈，就是呢那个对于自他一切众生利益快乐，在这个上面能够有帮助的这些殊胜的行者，请求你不要进入涅盘长久住世。아디 조마 되니라 개소 심지 도도고 세야데 되네 개와 자와다 강요받아서 되니 산진지 산지지 공부 토야 그 치동에 모아세기 세베동들이 给错了哇！ 네네 타마데 개소 심지 도도고 最后一个句子呢是善智回向有情事，就是呢我这一个所做的一切善根善业，因为善根善行呢是快乐的前缘，所以把这个善根呢回向给一切的有情众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快乐，这回向之分。对，那当我做사와시 도라 사와시 주변 내가 없어라 되니 투지시 저 주지가 렉소해가 대라 되네 파체 생기 가진시 니 여러 사와 간듯이 메네 就我们要去做事情做任何事情一定有2个方面要考虑一下下，就呢帮助我这个事情能够达成的那个称之为顺缘，这个要努力的。还有呢这个事情不能够达成，障碍让它不能够达成，那个称之为逆缘，这个逆缘要把它消除掉。任何事情一定有这2个方面要考虑。네, 다가나 얘기가 아주 추념스 내가 내가 없어라야 냠네 야보 용화라 파치 생기데 득득이 데 득득데 미고데 다다 얘나 도마가나네 대과 탐지 소소샤 서버히 대와 어디가 되는 가진 득득데 매버주바리 那我们现在呢是实修佛法，佛法方面的实修来讲，当然这2个方面也要有了哦。这其中呢，我的实修要实修的非常好，在这个上面呢会制造阻碍的，那就是罪障，所以罪障一定要把它排除掉，所以就有忏罪。忏罪呢就是前面7支分里面有一个支分，就是那个一切罪业各个忏有没有？它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忏悔罪障。됐어. 다 링숨. 데레 켄데 주베가 얘나 너는 도 탐바 요라 산서와다 처방 벌발아서 도 요라. 그래서 탐지 계속 공부했어요. 냠네라 튼도 어디에 튼지 계속 공부했어요. 되지. 那呢，除了忏罪那个部分之外其他还有6个项目，6个项目都是累积资粮。
所以呢，七支分是累积资粮跟消除罪障嘛，其中消除罪障只有刚刚讲的一个句子，那其他的还有6个项目，顶礼供养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累积福德资粮。所以呢，这个福德资粮增长增广啊，这些福德资粮善资粮回向给众生。对，大家跟那个说了。但呢，我去六年年里这个的，6年里谁把拉，我这这个都说怕没把事。6年里谁把那个说拉，但呢，突然给错呀，恐怕是把的。对，但呢，原来对嘛的，但呢，我去，但呢，错啥都讲是吧？错讲，突然错啥，我这这个都说怕没把事把的。就我们现在要实修的是施身法，在实修施身法的时候啊，所会遇到的障碍呢是罪业盖障，罪业盖障要把它消除掉。在修法上面呢，我要齐备很多的顺缘哦，这个修法就很容易达成哦。那个顺缘就是福德资粮，所以福德资粮呢要增长增广，因此这个就靠7支分来进行。所以7支分里面呢就有呢累积资粮跟消除罪障嘛。累积资粮为什么要有累积资粮呢？因为要增加顺缘。为什么要消除罪障呢？因为要把障碍消除掉啊，所以这个是7支分的内容。连诵这餐呢，这里诵的比说完的吧，那么了说完的吧嘞。这个要念3遍，后面就是祈请，祈请是对上师要做祈请的。等那说的古不中间的讲的是那的呢，我这个路上我呢，年那个路上做的路径是吧，路径嘛了同样是吧。那为什么后面要祈请上师？原因何在呢？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实修什么法呢？施身法。路径嘛了，东儿塞巴拉的呢，路的那些你卡查个是吧？这卡查是一个他们的破过来。就施身法要修施身法的时候啊，那身体跟神识心识要把它分开，才有办法进行这个实修。身体跟心识分开，这个就是普阿法实修的内容。这个破的也不给的呢，光皮，我们拿一个破的，我们给的呢，你把样，那把它塞巴拉，但是那么什么不让个教人教不住啊。可是呢，这个普阿法如果要修得好的话啦，还有呢，这个实修本身要非常好的话，这个实修本身要有威力的话呢，发挥威力的话呢，这个要靠上师加持进入自己的内心。那么什么教人就是一个他们打球的说完的吧，是吧？第一种进来第一年，那说的得加完的。但是呢，要让上师的加持进入我的内心，要靠什么方法呢？诚恳的发自内心深处来做祈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紧接着就是祈请文的。第一个的呢，讲个人啦，那么才这样，没拉来不送的，大家懂一些别个的呢，说的这样，恰恰没拉来不送的，我的。前面的7支分的这个句子啊，是密勒日巴的开示，在他的道歌集里面的句子哈。后面的这个祈请文还是密勒日巴的开示，也是在他的道歌文里面的句子。说那个的呢，吃给当包，这个到吃给当包，家庭叫我工作送的，听中国军队兄弟们听的说完的，因为土地家去送这样个小老哥当包的，家人工作送的说完。那把当的呢，说完的不同的这样的呢，切出土地家就俺送了几十万些压力。皈依文的前面3个句子呢，大归圣者与三宝，无离中心成其请的哈。那无上大悲勾摄持啊，总体的三宝啊，伟大的归处，总体的三宝，胜利者佛跟三宝。我呢恒常不离开，衷心发自我的内心深处诚恳的做祈请啊。那呢，请求你呢不要离开我，用大悲的铁钩来摄持我，来摄受我。他第十九个的呢，小个的都家长的呢，他工作个上了就是看错，就那么着我的，那么一的，那么的说完，那把讲讲的。就这些祈请呢，虽然说呢是祈请三宝呢，但是当然三宝的加持要进入我的内心，前面解释过了，所要依赖的道路就是上师，所以也就是祈请上师。土
투기 전속 남건 타라 차 산업들이 차는 전던 봐 니몬도 차동 힘들도 고som 라미 향로서 완다 지미 라사 조르스 투기 송시 단디 갑소 되니 라마라서 완다 라마라서 완다 바디 게되니 구맹데 강요리세도 난 잡아 되니 가지 다다 자당게 벤데 레린데 까와린데 다린데 조리삼 잡아티게 강한테도 요라 디근 잡아 참아게 매바게 투기 송로지 세와야게 那其次呢，奇景上师前面奇景三宝，但是意思也是奇景上师。后面这个句子是奇景上师的大悲云堆，桌遍虚空际，加持甘露，水滴常时降，极尽烦恼，五毒热恼息。奇景奇景，上三生上师足，无子缘处解脱。悲摄受啊，请求上师悲心来摄受我。摄受的内容是什么呢？奇景上师的必要性呢？我们内心都有很多的执着，这些执着会带来我们很多的辛苦劳累。啊，这个是瓶子，这个是柱子，这个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土地。哇，这想一想，很多执着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辛苦。希望这些执着呢都能够排除掉，都能够脱离掉啊。祈请上师摄受我，加持我，这个祈请的内容。Zane tene thamke thuge den ba lama la mu du ho to bu so wan da rangi to ni to par sinji lo ran na wan du par sinji lo se de tene lama la tene so wan da lama la so wan da ba di ke mu yor de da da kaw so nga zo tene ma wa ke sem party do do tene de ya bon do de zang bon do se ne di ji se thama jo lo yo ra da da ta wo ma ye ba ma wa tham che rang ke so lo wan du to ba ke sinji la bo ji se wa ya ni 之后呢是那个具足善巧大悲之上师，圣洁恭敬虔诚猛祈请，祈请加持自心二世成，祈请能够怀摄自显悲摄受了哈。这里面的法义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的内心呢，都是追逐所显而去。内心追逐所显会辛苦劳累哦，内心缘取所显，追逐所显之后啊，就会把它认定为这个是好的，我要得到；这个是坏的，我要把它消灭掉。因此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辛苦劳累，造了很多的业了，这个不行。现在我要能够压住这些所显，让我的内心不动摇，那叫怀摄所显。所以呢，能够怀摄这一个自显呢，祈请上师能够加持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이전에 되네 다미 내lok도 볼라마라 다게 무슨 그게 소원데 다다다 기종로만은 다미 내lok도 버신지로 단제 연이 통버 투기 소시 디네가서 라마라 소와타바 디게 다무요데 세난다 그바테 랑다테니 다메도 동동바니지 동토 토바다 다다 가조라 단제요 단제레 디니 차당기 레사는 코동안 용도 요라 대도 디게 되니 이바 탐지지 자와 단제 등에 줄이 자와네 메바키 세로지 세와키 야리 后面呢，这个真无我实相的上师祈请你了哈，我等三门恭敬诚祈请，我与我后随行弟子众祈请加持正无我实相，对境拔除我执悲摄受了哈。这个祈请文的法义其实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求加持我，让我们灭掉这个我执。我们现在都有我执。 有这个我执会引发呢贪念嗔恨，有贪念嗔恨会引发造业，造业就掉到轮回里面去，轮回里面就有轮回的痛苦，那就表示一切的毛病过失，其实它的源头是我执嘛。所以呢，请求上师加持我呢，把这个我执消灭掉。啊，现在呢，这里拉玛老说了打餐呢，这里打破工呀的，哦，破，对。 所以呢，我们前面有解释过了，这个祈请上师祈请完毕之后，后面就是普瓦法、牵示法了。因为前面谈到施身法的话，一定要先身体跟神识要先分开嘛，身体跟神识分开靠的就是普瓦法，所以要修这个牵示普瓦法，前面要先祈请上师。那破他上下个路说的，我说不拿把茶叶把它破搞到嘛到半毛不要的。 내내 말발로 저게 되네 lokso 거 포아 대야 삭치 냠니 세바 값소 고미야 거 포아케리 修普瓦法这个方法，在密咒圣门里面，特别是西藏里面啊，西藏里面这一个普瓦法的实修方式多得不得了，非常的多了哈。现在这里用的这个普瓦法是玛巴的传承，就是还有呢大手印禅修的时候用的普瓦法也是这个普瓦法。 아디 포아데 공부를 해봐라 당보 뚜루시 대거리 니 야보 헬랑거 주보데 뚜루시 대修这个普瓦法的时候呢，首先要放轻松，在一个舒适的坐垫上面呢，很轻松的坐在坐垫上。 대단해 되네 랑게 되네 저 강스 공라
ngaran ke teni zawala ma de gom teni ya teni chokang se ta chokang se de so la ko de lak chri teni di kang se kong zawala ma de kong bari。然后呢，这一个轻松的在舒适的坐垫上面坐下来之后啊，自己的头顶上一个手肘，一个手背了哈，一个手肘的距离的上面头顶上要观想自己的上司。哦，就唱不过出岗位头30的。在顶轮泛穴上面一个手肘的地方观想上司。这拉嘛个有这啦，你身体车。生个的呢，小的嘞，那怕做卡高的吧，你的生个节约吧。第一个等的呢啦，的呢买到白嘛，他做白嘛节，白嘛是的，那做白嘛是不那个做了，村上家嘛他这个买到白嘛些个。第一等呢，你嘛个电是的买，的呢买不嘛来东部，的些个。第一等的呢啦，大部电是的呢，养干部来东部些个我。自己的顶轮泛穴头顶上一个手肘的距离观想自己的根本上肢观想的时候啊，上面呢是8个狮子手抬举的珍宝的宝座。8只狮子是因为四面嘛，四方每一面有2只狮子，所以呢有8只狮子所抬举的珍宝所做成的宝座。宝座的上面要有多色莲花。多色莲花的意思就是这个莲花本身啊，不同那个花瓣本身都是不同的颜色，好几个颜色，所以叫做多色莲花。多色的莲花上面呢要有日轮，日轮的话是红色的，红色要扁平圆形，就日轮本身是扁平的，但它是圆形的，圆形扁平的日轮红色，在上面的叶轮白色圆形扁平的这个白色的叶轮。두송지 산지 탐지 중고를 주고 라마다 사와거든 어다 디땡되니 라더니 라니 개더니 짜올라마데 공부리 다니 짜올라마 야보 요네네 아 짜올라마 다가랑 거는 되거리 다양 되네 참참 나랑 로데원로 짜올라마 히 두고 말아 근데 이게 임바 얘네네 네다 말라레바 곰샤는 야슈리。但是呢，现在呢，在自己的顶轮泛穴头顶上要观想根本上师，那个宝座莲花日轮叶轮的上面，就是观想自己具足3安的根本上师，这个要做观想的。假设呢自己呢有根本上师在，这个时候观想根本上师就非常的方便了哈。但假设不是那么方便，也许没有，那这个时候呢观想那就是密勒日巴，观想密勒日巴是最好的了。네 대사네 다 라마된 거라 검사되더니 랑그 주고 그 난라 짜오마 해 공부리 头顶上根本上师其实自己的身体中间有中脉。对만나세나 마수야 대와 태래 예바 야수와 대 니가 차오 바다래 예바 워그 대와 대 태래 예바 대 근데 마동바 마이바 폭독대 폭독세라 마고 차샤바 공그 차원의 여바대 고철세대바 之后呢，中脉本身的下端到脊轮的这个地方，上端到顶轮泛穴这个地方，直直的中脉，下端到脊轮这个地方啊，不要空洞，不要打开，它是关起来闭起来的哈。之后呢，上端呢在顶轮泛穴这个地方，上端的地方它却是开朗的，是打开的。对了，等你照顾嘛这个等你是干部啊，干部导演吧，能嘛不赢吧？对，等你3天当不赢啊，就加班的当加不过的节不过的嘛，说我3天当不赢吧。之后中脉本身外面呢是白色，然后呢像比如说这个白色的布一样白色，之后里面呢是红色，鲜红色，然后它是明亮清澈的不是说像一个物质，不是说像一个粗重的物质一样的，它是明亮清澈的。근데 난 kok동 해지 보고 때문에 랑자바 나시 배 정부 해광구리 之后呢内部中脉的里面要空洞，好像这个水晶的管子一样，里面是空洞的嘛之后它要非常的直。第一个的呢，照顾嘛，第一个嘛，下对不对的呢啦？这当的呢，我呢让个南西人吧。第一个做大事呢，那么的红卡到马步进行个。
对，我给能够了。哦，对不？个贴的。之后呢，在中脉的里面，就在脊轮的这个位置上啊，脊轮的这个位置的地方，中脉的里面啊，本质是自己的神识内心本身，但是它的外形要观想成是一个红色的红字。那这讲啥的？这那这个打红马步的亚人呗，来上上的卡克拉呀，这个配了的配接了的，这那年卡了嘞，这那这把了嘞，这那草是你跟过一等嘞。之后这样子观想完毕之后啊，中脉里面脊轮那个地方有一个红色的红字，观想完毕中的念配。念配的时候呢，第一次这个红色的红字这个神识本身呢，要到心坎这个地方，从中脉往上面走，走到心坎这个地方，之后呢走到喉轮这个地方，之后呢要走到呢顶轮泛穴这个地方，停留在顶轮泛穴这个地方。那他妈拍见老用不告诉他，那我就长我空过了他的不红的，他那找我了嘛？他以前他讲那这个的，他我是他没拉来把讲的牙口里修一把，没拉来把吐干了疼。那没拉来把吐出去搞的，他让个身体严密的讲的，出个我的脚松上不压力。之后呢，念最后一声的配，念诵的时候呢，在顶轮泛穴停留在顶轮泛穴的那个红色的红字啊。停留在那里啊，之后呢，念最后一声配的时候啊，飞射而出，好像火箭一样飞射而出，之后呢，射入头顶上的根本上师。也许你观想的是根本上师，或者是我们前面说明的嘛，就观想密勒日巴是最好的嘛哈，所以我们就举密勒日巴的例子。所以呢，这个吽字呢，从头顶上念吽，从头顶上飞射而出，直接射入密勒日巴的心坎里面去。那这个叫心意相混合，进入密勒日巴的心坎里面去之后啊，这个红色的红字是自己的内心嘛，所以自己的内心呢跟密勒日巴的尊意，密勒日巴尊意是法身，所以呢自己的内心呢跟密勒日巴的尊意的法身完全混合在一起，无二差别啊，以这个无二差别心意相混合呢，就得到法身的果位。那他出个我的交流啊，也那出个第一个到那店呢，龙就做不过谁。那都是大官那边我了，龙就做不过谁啊？的出狼用了，这个出国公安呢，龙个当说狼，龙个那店呢，都是马大班那边东西给，只不过都是绕个东了拍，只不过等你那店呢，他的那个说了，等你我这个我让个路出进去个了，第一个来个来个个来三个个，等你只把那把拿走把注送上那当的光顾的。之后呢，由这个得到法身的果位，法身已经现前之后，要靠法身的威力，法身本身有威力，所以呢，由这个法身的威力啊，就出现这个报身。报身是给亲近的眷属所调伏众看，去利益他们。之后呢，由这个报身本身的威力，又在示现出这个化身。那化身呢，就会示现给不亲近的所调伏众生看啊，去利益他们。那呢，化身可以利益一切的众生啊。但是我们现在来讲，现在呢是要修这个施身法嘛。所以在修施身法的时候，那个帮助者，那个执事人员帮助者啊，就是呢变化出无量无数的化现啊，来进行这个帮忙啊，修这个施身法的帮忙。哦，但这我就打那个工资卡切去的那里啊，工资啊，六千个高的，工资卡切去的里，打对了，当波的呢。卡切去的印度打样老多去用，当波破工破家才会知道啦，但是出去搞我的家了，出过了店呢，龙就做不过啦，龙就做不过了店呢，主管做东西，出过了店呢，他当我就碰波的时候，出金生给个来生给，但呢，主把的时候注送上打店这没你真是个的，这样搞嘛些呢，但是六千个早啊可能拉那个的。那这个段落啊，就是我们现在施身法最重要的观想的内容啊。观想的内容呢，最重要就在这一个部分的了哈。所以呢，这个要好好的了解一下下。所以呢，我们再说明一下下啊，就是简单讲一下里面的意义，就是指啊，那个首先呢，修这一个迁移自己的神识。
迁移自己的神识呢，摄入密勒这把心坎中间之后啊，就得到法身的果位，所以法身现前。中呢，由这个法身的威力要示现出报身，由报身的威力要示现出化身，示现出化身呢，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之后啊，我们现在是要修施身法嘛，所以用这个五蕴的身体来做供养啊，来做布施啊，这个要有很多的执事人员，所以由那个化身本身示现出无量无数的化现，由这个化现来进行供养啊、布施这些事情，由他们去做啊。所以呢，这个是施身法的时候所要观想的一个完整的内容，就在这个段落了哈。这个要好好了解一下下。所以念诵句子中呢，这个法义要好好的观想一下下。为什么呢？假设这个法义不了解，不能观想，那等于修施身法的基础就没有了嘛。好，第一个破译中的大经中国人同意，破案的今儿就参不过出港文头杀了人，生给出的，他说白马的你妈的，结果就听到都是就上街他们就我就觉得那么大把啥玩意，然个的话等你带回这个恐怖难多，红看到嘛不我就那把早我们那里压人就说的，就我参不过的压了通的那么大把偷个他们那么多，你怎么被一就过的，然个是几万没被通的，也没就把电啊那娘把你交钱。所以呢，这个施身法的观想的内容啊，后面又有一个小字，那呢，后面的小字是说了哈，给，等等的，那嘞，得破完你滴了呗，我唱呗，就是我们前面全部都讲完了。但是它的内容是说，那个小字是说呢，从顶轮泛穴的这一个上面啊，一个手肘的地方很高的那个地方啊，要观想呢那个宝座，狮子的宝座，多色的莲花上面的日轮夜轮，在它的上面呢，就是呢30一切诸佛的本质，是自己的上师明白的做一个观想啊，做呢自己的心事，心事呢。这一个自己的心事本身呢，就在几轮的这个地方，要把它观想成是一个红色的吽字，这个观想完毕之后呢，从中脉这个地方啊，往上面逐渐的移动啊，之后在点轮泛穴这个地方啊，往上面飞射而出了，之后呢，就射入上师啊，看自己观想是谁了，上师的心坎的正中间，之后呢，跟上师的尊意啊，就完全混合在一起，无二差别，以这个方式呢，得到呢这个本质身法身，之后呢，自己内心的无声的意义啊无别，然后呢安住在里面来入定了哈，之后呢才那个才做这一个安住在法身里面啊，之后呢才开始来做这一个施身法的观想，就后面我们刚刚有解释的嘛，那就是后面的这些施身法的观想。好的，大体上呢，等你我就配谁家呀？要来，这到家个给的配谁呀？的，我给的做教育问那个说了，等你先看给把那个口说话给国家要的。第一个，等到得了就这么啦的，被送到等你怎么个做，什么时候了，演得不告诉，配谁会告诉？等你那么多时候了。拖么几把的，杨咱人把男的没啥么恰用的配，老板那个说了，人把的做啥不做呀的，你，他的杨咱等你配，老用不那个说了，出男的怕，买不住呢，等你东打不起来的，身体就我等你就要个他万一，要不个他一说那一，你那个说了配，谁就什么东西当过，配给他多大的。配的价格给了吧？对不对？卡亏老些，我真的大理讲的，卡卡多了，老个了卡西，是吧？去搞过。卡车啊？哦，反正我最先的那个，讲呢怕卡啦，那这些的搞过的。配这个字之后呢，要修施身法的时候呢，前面是牵示法的观想。牵示法的那个普华牵示法的观想，那牵示法的观想完毕之后呢，要念诵那个牵示法的内容都是在小字的内容，所以之后呢才要修这个施身法。那呢修施身法的时候呢，首先念诵的是这个配字的哈，这个配这个字的意思是分散的意思，配是梵文字。配本身它是一个梵文字，但是这个梵文字的意思就是分开，分开的意思就是指呢这一个譬如说我们把木头斩断，它不是分成两边的吗？所以是分开的意思的哈。那这是梵文的英文是这个意思，但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观想，
所以念诵配的时候要做一个观想。那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了哈，有时候自己的内心呢胡思乱想，这是涣散的时候。涣散的时候有这种分开涣散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念配啊，把内心收回来，这个时候用。还有一个是自己的内心本身呢昏暗不明晰的时候啊，已经处在另外一个状态了，昏昏沉沉的那个时候念配啊，让内心呢又更加明晰清澈，有这个功效，在这个时候用。其实呢是内心很多的迷惑错乱，内心不了解迷惑，所以呢再把内心的迷惑呢把它排除掉，念配这个时候用。那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安住在内心的实相里面，这个时候也用啊。所以念诵配的时候啊，就要思维一下这些法义的内容了哈。那现在呢是这一个修四正法的时候，首先先念配。基本呢，当中拖了这个事，这个什么时候当这个你老公就都配就配了。你拿着坚信啊，是就拿着的，主要是动的腰包的嘛。这样真的是动的腰包也是的，上那个也可能拿着坚，拿着阳坚，是吧？些这个意。都杂技阳界的话，配准备กับ熟的，对吧？然后呢，念诵配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小字的注解，就是这个摇这个铃，摇这个手摇鼓啊，唱诵的调子啊，这样做的话更好，有一个小字的说明的。你破啊，他工的啊，在工党的破的些差什么？一个穷穷是打不也是这样的。他听那个说呢，都很差听的哩，但你俺那破啊，要呢，没拿来不脱干了，把搞把的那同样的，脱完那就打你的，那是你是谁？光把那的一些的，主要这一些的，你们去个俺的呀，这样那第把的哩。那个前面我们是小字的解释说明，就是普瓦法师不是那个牵示法。那个普瓦法哈，那个观想都是怎么观想？前面是讲观想内容，但是念诵的时候要念那个颂文念诵的颂文就在后面的了哈。就首先瑜伽是自己神识本质分为二啊，观修即为道本质啊，必于法界基本质无二法身状安置啊，安置在无二法身的状态里面的哈。这个是念诵的时候这样念，但观想就前面讲的那些观想的内容。平常呢，说那米西来说，莫那么大了，想把的，如果哪把你的不做就做不过，我们都不过把它，他不可能的话呢，对了，准备更难的路就来走这这样的，他这些对呀，跟你去过了，弄过了，做过了来西，错在那样的，他刚才呢，对来西给就是做个第一个当大的。然后呢，安住在那个无二法身状安置，这个是法身的果位，就是融入上师的心坎内心之后啊，那个得到法身的果位，法身现前得到了嘛哈，由法身里面要出现的报身跟化身，就后面的内容了。所以呢，由这个福德本质所产生啊，愿望骏马骑乘仪啊，即为二类之色身啊，美满受用美满身。密严庄严净土中，调伏清净之眷属，有比变化应化身啊，所以由法身里面要出现呢圆满受用的报身，这呢还要出现呢这一个应化身那个化身啊，念诵是念这个内容，但要观想的就前面解释过了。对。等你因为从中来自是吧？见到啊，第一个主播等你主播来主用个主播来先看就是两个谁呀个报的来。मारे दूसरी लासो बना की मिजो ले सुंगा दानी जमने सुनी का सांजुप से ने सुंगा ये तो ये जमने सुचा कांग सुदे तेने ngaran को सुपो दे बे छिमो जमने छाई गोलान दे के तेने खा सोम दे गुबे खा नि ज गांग तो बा छिमो से गम तेने ते माये बे यंदा तो सो थाम जे तेने सांजुप को से ने सुंगा तोवा का गांग तो ना nga tu साया तन तुया ल जादों ला रा ओ ती गन जमने गांग दे बा के सम तांग री से वा यारी玛丽读这来说吧。那些民说。来说，当你咱们说你看，30%的说话也，东人咱们说下看是。说给苏博的。苏博的跟咱们说下你。哦。但你东话的跟咱们给说下接的啊，就用做讲的话，知道你。那说。然后
然后呢，才是那个执事要做的事情，就是工作人员要做的事情。所以前面以法身出现报身，出现化身，有这个化身要出现很多的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要观想，就来进行这一个施身法嘛哈。所以呢，那个无名行业等等者啊，神是名色所出生的哈，那个心事哈，心事神是呢名色名字的名哈。名色就是无名行识，名色六入爱取有生老死嘛。名色所出生，已满真周三分之二。总而这个是要吃的肉就是呢，这个身体是由无名行识、名色六入出爱取有生老死造业所形成的这个身体。所以呢，由我的以前的造的业呀，心事等等所形成的这个身体已经遍满整个南瞻部洲三分之二，那个是要吃的然后菩提心本身呢，当做这个饮料这个要遍满1/3，所以呢，整个世界呢，就是都是要吃的东西，要喝的饮料，遍满整个世界，这个意思。所以要以这个来做供养。当你现实些，这不机会到底是家去就做的，能多的下回球迷讲加到上面当皮了不从今天呢，能等着那个现实些。萨拉姆被说也让啥个被托把啥塞的，但呢，中国来从我来这就是。呢，大家跟他们说当来家教当下巴的时候，他们俺让初中、春夏的时候到，但呢看到大洋球嘛，这个那个，但呢谁国呀跟我们都说他们但呢俺让当不写，但才都搞把他说看，到把他就说俺就去想这个样，对那些沟通什么当不好的。之后呢，现在自己屠就是现在是施身法嘛，所以好像屠夫去。宰牲众是不是宰那个牲畜一样那个做这个观想所以呢，但是这个讲的内容就是好像是那个印度的屠夫的样子，就拿着刀剑、铁钩、刺去杀这个牲畜那个样子一样所以后面就谈到这个内容。不过总而言之呢，就是自己修法有一个佛堂嘛，然后呢把身体呢分割之后呢摆在这一个佛堂上当做贡品全部摆设好之后才要做观想。但呢，啥东西那就是的，他上给的学是呢，他见证性中部，俺这顶上他中学是当那个本地学多他的学是呀，但呢中部是的。那么前面谈到的屠夫图呢，把这一个紧符的刺心脏等等都是身体呢分割成一块一块，总而言之就前面谈到。吃的跟喝的嘛所以食物跟饮料嘛遍满整个处所了然后才要这个是贡品准备好了，要布施也好，贡品准备好了之后呢，才要开始请客人来，就像我们现在去请客人有一个邀请卡然后去邀请他来一样，所以后面才是这个呼唤宾客来接受我的邀请嘛，所以后面开始请宾客人来弄了的呢，就跟那个什么马上我来一样是吧？第一个的呢，咱们那个第一个套的呢，那的呢，康巴被压抑看，全部现在们套了高。第二个啦的呢，做工作水洗个中的有。第一个我当他的时候啦，去救援的一个中的中，你的咱们那个的套个的压抑看拿了教。但呢，这种年纪更重，当第一个班长的时候，来天跟人更重心中你有了，的时候他的嘛菜单呢，可能得把钱搞的。晒定了下了吧下夜看难弄了马里要嘛的要难看了要了这种经济中当等下个人中你嘛差得远多少那4种宾客，因为施身法本身邀请的客人就4种宾客，这4种宾客呢，整个娑婆世界整个世界全部把它观想成是无量宫殿。这无量宫殿的最上层呢，就是第一种客人叫三宝恭敬客，这最上面。三宝恭敬客的下面跟四周呢，就是功德护主客，这在虚空的。这往下面在地面上呢，整个遍布整个地面都是这个呢六道背心客。六道背心客的中间缝隙中间的地方呢，就是冤亲债主客，这4种客人。他听到家的人。
다는 조는 견장 문제 집빈 현거를 남기 조는 도와서 살라 반한 감들이 시장미 칸진나 공조 수기 조는 역대 스마오 손점서 최종 연대 조는 역 문제 집빈 사대 거르르 닝기 조는 역대 타다 강우서 렌자 상고년의 교회에서 다 대산 정보 시세도 다 조진시 그러와 다 조진이没关系 这样子呢，要呼唤宾客了啦哈，所以呼唤宾客念诵是念诵这个颂文，但是观想是观想，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过了啦哈，所以现在唤请诸宾客，现在请各个客人来，在此娑婆世间处，世界宾客众聚集了哈，于此地上空间处，于是在啊，在这个地上啊，于此地上空间，于此地上空间处，啊，于此地上空间处呢，本自无量大殿内。这一个整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无量宫殿，那安居三宝恭敬客，其之下方方语处，在它的下面跟它的四周啊，其之下方自护业者的之，其之下方方语处呢，安居护法功德客，这第二个客人的。这娑婆世界地面上，这个是在地上，前面是在空中，再过来在地面上的。那个安居六道悲心客，六道一切的众生，于其四周适当处，在它的四周。啊，四周适当的地方就缝隙的地方咯，啊，在它四周啊是缝隙的地方啊，是适当处所呢，安居愿亲在主客，这第四个客人，这个引请四种客人都已经引请来了，念诵也念完了，引请也来了，之后要做什么呢？之后就是要做供养跟布施，所以后面是供养跟布施。啊，那你去办不是那个说了，他们去办不是啥的，你龙就做不过是吧？龙就。